过来，一刑事案件爱靠检察官来办，尤其是诈骗相关的案件数量，这几年是愈来愈多。法务部即阵宣布放零办案期限关口，也就是让基层的检察官有较侪时间通办案，希望通减轻基层的负担。有基层检察官对此是表达肯定，但是也认为讲中央爱为源头减少诈骗案件。那个，我跑过去。警方赛车巡逻意外发现嫌犯，这名世间的前军人，涉犯凶案方特质，检方团员无够，搁较方发布通缉，秘密藏一阵啊，一摆登记厝的过母亲节也是难得发忙。你们涉嫌那个诈欺啊，还有洗钱防治条例啊。发现车手面高，休假的警官看到，将人逮捕到案。过来大细刑案一直出现，尤其诈骗相关，行动速度惊人。检察机关接手了后，案件是这个无法度传开，面对检察官工作负担超载，法务部实施改善措施。5月2号已经函颁新的这个办案期限关考，我们合理的放宽这个甲官的这个办案的期限，然后并且呢，就是考虑到这个女性同仁如果有产假的照顾需求，在她这个请假的期间呢，就不算入这个办案期间。在无修法的前提之下，法务部放宽办案期限关口，将一般的侦查案件为原来的8个月延长做1年。重大刑案为4个月变做6个月，改革措施也包括严疑不起诉处分的定型化例果，改革再议制度，甲被告涉犯3年以下的轻罪，会当以这款决定用缓期时性改善。各部门金管会、NCC、诉发部，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累啦，这关我屁事啊！你们检察官去查就好了。前端的行政管理更胜于后端的这种司法补救啊。中央一连串的作为，基层确实是落减，对检员工作负担有帮助。不过，一审检察官指出，这拢是案件发生了后端的改善。检察机关有关拥立真济的诈欺案件，发射相关行政机关加强源头监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